自后2026年1月26日，每日新眼光读经，敬畏上帝的心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17章第1节到2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17章，所有破相，也是有下厨的牛羊，恁毋通献互上主恁的上帝，因为安尼做是上主所厌恶的。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城，若有人无论男女，做上主恁的上帝看做歹的事，违背伊的约，去服侍敬拜上主所禁止遐神明，甲日头、月亮、天顶的万象。若有人甲恁讲有人做即款代志，恁嘛已经听到，就着详细调查。若果然是事实，真正伫以色列人的中间有即款可恶的事，恁就将迄个人拖去广场，用石头甲伊钉死。若有2个也是3个人出来作证，就互迄个人死。若干单一个证人，就毋通互伊死。证人就先出手钉伊，然后证人下手互伊死。安尼就对恁中间拄起即款邪恶的事。恁城内若有恶质判断的案件，无论是杀人，也是烧过，也是伤害，恁就去上主恁的上帝竞选的所在，请问利未人做祭司的，甲值班的审判官，因为指着恁着安怎判决？因伫上主竞选的所在指着恁的，恁着照安尼做；因假是恁的，着照安尼遵行。因对恁的指导，甲对恁讲的判决，恁拢着照安尼做，毋通偏左偏右。若有人骄傲毋听趁服侍上主的祭司，也是审判官，迄个人着互伊死。安尼恁就对以色列人的中间拄起即款邪恶的事。众人听到就会惊，无人敢阁骄傲毋听趁。恁进入上主恁的上帝互恁占领的地，伫遐徛起，若决定要亲像4位的列国设立王治理恁，恁一定着设立上主恁的上帝竞选的人做王，着对恁的同胞设立王治理恁，毋通互毋是恁同胞的外国人治理恁。王毋通为着家己加添真侪马，嘛毋通因为爱买较侪马，互人民倒去埃及。因为上主捌命令恁讲，恁毋通阁倒去迄条路。王嘛毋通带真侪嫔妃，才免伊的心受引诱离开上主。伊嘛毋通为着家己累积真侪金银。王开始继位的时，着照利未人做祭司的所保存的律法书，为家己抄写一份。这份着下伫王遐，互王一世人读，通学习敬畏上主伊的上帝，遵行这个律法一切的话，甲所有的律例，才免伊自个看轻同胞，离开这个诫命，偏左偏右，通互伊甲伊的后代久长治理以色列国。敬畏上帝的心。权力通讲是每一个时代的人所渴望佮不断追求的，因为人一旦拥有权力，就会当命令别人来为家己效劳，甚至要求别人来满足伊的一切欲望。英国历史学家艾格顿捌讲，
权力互人腐化，绝对的权力互人绝对腐化。对历史来看，人若毋知谦卑，毋知敬畏上帝，将会因为拥有权力就做出违反伦理道德的事，犯下可恶的罪行，最后行到无通挽回的地步。权力的果实检采一时担着实甜，但是人若毋知谦卑节制，终究会自食恶果。摩西甲以色列人讲，进入上帝应允的土地以后，若要亲像列国共款有家己的王，人民必须遵守规定，王也爱遵守有关立王的规范如下：第一，必须立上主所竞选的以色列人，毋通立异族人做王；第二，王毋通拥有大批的战马；第三，毋通派人去埃及买马，因为以色列人毋通搁再转去埃及；第四，王毋通有真济后妃，免得受诱惑离弃上主；第五，王毋通为着家己积存金银，贪图财富；第六，王爱终身研读上帝律法，学习敬畏上帝。摩西讲到这条例，甲当时埃及社会的做法有所不同。譬如讲，以色列王毋通招兵买马，毋通建立后宫，也毋通为着家己累积财富。这等于限制以色列王的权力，互因伫军事征约甲金钱顶面常时受限制。以外，摩西阁爱立位祭司抄写一份上主的律法，互王带踮身躯边，日日上托学习安怎敬畏上帝，免得伊因为是君王的身份就骄傲看轻人民。当一个人握有权力了后，通改变甲决定的代志会变济，往往会有愈来愈侪的人想来找关系。可能有人会搁较尊重伊，但是恐惊有搁较侪的人想要讨好伊，企图透过贿赂来巴结伊。拥有权力的人若有私欲，毋知敬畏上帝，久来会对谦卑变做骄傲，进而玩弄权力，滥用职权来做贪赃枉法、颠倒是非的事。伫规约中，通看到真侪君王失败的例，因拢是因为拥有权力变骄傲，直到袂记得上帝。基督信仰提醒咱，当咱拥有搁较大的权力，必须搁较谦卑，因为权力是上帝赏赐的。权愈大的人，应当担起的责任也愈重。那安尼有成功的案例无？有，就是主耶稣，伊是谦卑袂骄傲的典范。耶稣因着对世间人的疼，甘愿谦卑家己，来到世间完成救赎计划。咱通学习耶稣的样式，透过每日阅读上帝话语，学习安怎敬畏上主，切实遵行圣经内面所记载的一切律法诫命。安尼，咱就袂跌到骄傲，违背上主的命令。默想，当我握有权力的时，要安怎搁较谦卑顺服上帝，尊重别人？当我握有权力的时，要安怎搁较谦卑顺服上帝，尊重别人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恳求你帮助我，无论是毋是拥有权力，拢会当学习谦卑敬畏你，搁遵行你的话，奉主的名求，
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